既然就这样，我有这事儿啊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我不明白，我真是不明白啊！你说凭什么啊？凭什么？这现在都是女人出去赚钱啊，咱们做大老爷们的啊，堂堂70男儿，天天撅着屁股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，凭什么？您受羊水，羊甩你妹！我不知道你们在家庭里现在什么地位啊，我反正现在过够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家我媳妇儿都不拿正眼瞄我一眼，啊，唯一能体现我个人价值的时候，就是每天晚上关上灯，洗完澡往床上一放，那个时候，我才能体现我的存在。我是什么？床上用品吗？啊，床上用品吗？你是床上用品就不错了，我压根儿就是一床头摆件。来，兄弟，我真说，你呀，上你家摆着去，我上你家用。赶紧滚蛋！嗨，我看你一个晚上了，你都一直在喝闷酒，难道